为了鼓励高级学生追求梦想，有公司、客台同研台联合制作嘅实景节目，为了功夫闯天下，正式记录后生嘅学生到國外來學，未打開自家視野嘅高牆。其中國立新竹關西高中嘅畢業生蔡義章26未轉到嘅母校同研二科嘅學弟妹分享其他日本成功學職場嘅經驗。同學弟學妹面對面討論起日本學習嘅經驗。蔡義章講，今年6月對學校畢業了後，實現日本成功同做茶羅師傅學習。佢發現當地嘅後生茶農雖然做呢個產業時間冇長，但是對呢個產業有理想有堅持。就停在這邊，讓消費者要買你的產品，不只是說你的產品要好，東西要包裝什麼。我覺得小作坊在做的就是，它不只是把它的茶變得更好喝，還讓它的茶可以讓消費者信任。我覺得這點很重要。蔡義章講，台灣進到農村人口因此年齡老化嚴重，大部分嘅後生人就係出眾做事，正係為自家嘅故鄉產業打拼。對農村嘅經濟發展，係咪應該用新學做方向，還係投入農業職場，同學有冇相關嘅想法？對於學長他沒有升學就去工作的話，我覺得能夠增加他工作經驗。可是如果升學的話，可以再學到更多那些知識。其實看完這部影片，我也非常希望能夠跟我爸討論一下，去各國遊走，對，看看市面上的農業發展，學一些農業知識，然後對未來台灣的發展，我也希望有一個很大的貢獻。除咗同研二科學弟學妹分享之外，蔡義章咪講，同日本學到嘅經驗，本期希望向定有機農業來發展，希望未來超過較多人轉到故鄉發展無痛農業，培育出更加多對農業有興趣嘅後生人。香港新聞黃文堯，新竹報道。